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这是真耶稣教会所制作这个台语的广播节目。咱要伫活命美娘单元，希望要甲咱做伙过来学习这个新约圣经的概论。咱这阵要来做伙来分享这个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伊的作者嘛是主耶稣的这个仆人保罗所写的这批信完成的时间差不多伫主后60至63年左右嘛是伫罗马的所在这个家教内底来写出来这家教虽然称作家教书信这是去用限制自由啦因为伊的身份尊贵袂使讲真正甲落伫这个家牢内底，是哪有讲安尼一个自由的所在的这个厝内甲限制掉的安尼，有兵丁咧甲固守保罗伊定定咧讲伊身躯受这个捆锁伫这个役营的这个全军意思讲都去用固掉的安尼当然伊嘛真希望讲赶紧来通得到逃亡写作这个写这种批信的动机就是伊伫第二处这个出外报道的时阵，例行报道的时阵伫这个特罗阿美市来看到异枪有马其顿人徛咧来呼喊保罗去帮助因保罗看到这个异枪认定是神的呼召甲差遣，随时就前往了所以伫使徒行传16章第80以后就有讲的因要甲神同工这个福音的这个功效就明显伫欧洲来建立这第一间的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初建立的时阵当然初信这个经济充满爱心大家真热切定定互相帮补，尤其是来支援支持这个保罗所以保罗当时伫罗马去用这个关家的时阵伫这个限制自由的时阵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听到这个代志拢用实际这行动来甲帮补，来甲安慰服侍这个为福音来受害受难的这保罗当然除了伫财物以外因攻击这个保罗，佮派这个有爱心的这个服侍人的这个以巴弗来照顾保罗所以你甲看起来这都不是一般的这个家教啦当然个人会当去做伴，爱当甲照顾咧保罗深深感受甲感动到这份安尼真美好属灵的这个澎湃不了这以巴弗去到伊遐的时阵病甲戆戆要死啦所以蒙神的这个怜悯甲医治保罗为着免除这个腓立比教会信徒对以巴弗的这个这忧伤这关心所以就甲以巴弗都叫伊转去啦这个批就是拜托伊你倒去伫腓立比的所在来表达伊的感谢上面报告伊伫这个家教内底这情形并且对于所听所领受的腓立比教会伫真道顶头受到异端的搅扰信徒中间的和睦当心的问题伊拢一一提出教导甲劝慰所以这叫做这个腓立比书真重要一个特色啦腓立比书是保罗写俾教会书信中上有安尼个人性的一张批信，可见伊甲这个腓立比教会这兄弟姊妹会使讲是感情真好啦所以伊用这个第一人称我安尼差不多有几百遍安尼和腓立比教会这深交的这种感情自然将内心的迄个情感安尼甲表明出来而且这个腓立比书有足侪福音的主题啦嘛论到这个福音的内容甲价值譬如讲
传福音嘛，爱全体兄弟姊妹吼，大家同心合意的这个投入啊，并且有这个神伫人的心内动工吼，就是圣灵伫在动工。保罗啊，为着辨明这个福音啊，甲证实啊，要和信徒啊做伙来得到恩典啊，所以伊啊真清楚来表明啊，伊奉差派吼。感受到迄个责任的这托付啊，真正要紧吼，要安怎来互福音啊，来接入教会来兴旺吼所以这保罗嘛讲到这哪像伊所拄着这个患难共款有较歹进行，但嘛是爱进行啊。保罗伊对领受的这种职分来讲吼。是为着辨明福音来设立的，所以伊嘛有表达讲过吼，伊定啊初被这个竞选的时阵，伊也无讲去和彼得因做伙，和使徒因做伙乃是这个圣灵这个工作互伊会当额外得到足大的帮助甲这个阿基列、巴基列这个夫妻的这帮助他们做伙生活腓立比书佮讲到这个基督咱既然相信咱行事做人爱甲福音来相称同款并且为所信的福音爱立一个心志徛得稳齐心来努力伫福音的服侍顶头超越迄个人际迄个限制福音的劳苦会当带来生命这赏赐福音的难处会当因为圣灵的保护帮助来得胜行过那第三就是讲这个喜乐的这个主题伫这个腓立比书内底有足侪所在保罗拢真清楚表达出来伊伫无自由的这个困境内底表达出天顶神耶稣基督予伊的这个力量所以对第一章内底就有足侪咱会通参考的这个经文就讲保罗为信徒祈求的时阵拢是欢欢喜喜的啦。既然欢欢喜喜，就是有信心，有这个志向无论如何有的人传福音是安尼极度纷争，有的人是安尼欢喜快乐的。伊讲不要紧只要基督被传开伊就欢喜快乐，而且要搁再快乐保罗伊话咧是要伫信徒所信的这个道顶头大家拢会当长进搁喜乐所以安尼伊就无啥物通夸伊嘛，无啥物通计较伊既然会通伫喜乐内底会通得到满足，伊就带着基督的福音所驾驶的这个批信会通和信徒有这个爱心的这个沟通甲交往保罗认定只要信徒有信心会通成全总是牺牲家己嘛是喜乐的代志，嘛是快乐的事喜乐这个话题伫基督内底就是彼此关怀、体谅体恤。靠主常常喜乐这就是保罗伊这个真要紧的一个教示所以伫教会内底当然有组织迄个组织就是要让教会当健全安尼才会通得到这个神美好的这种恩典荣耀神的名祈祷的时阵伊就讲要安怎来互相笑脸啦，凡事感谢啦，欢欢喜喜的祈求啦而且幸福福音的时阵嘛是爱靠主祈祷啦这就是信心要来成全这个基督的善工所以保罗伊和信徒会使讲伫福音顶面拢是要同心的啦用爱心互相带导安尼爱心爱伫知识甲各样见识顶面爱愈来愈正道较对啦毋是单单讲爱就其他拢毋免毋是安尼那是有根基有内容的安尼信徒才会当分辨是非啦，分辨好歹而且这个属主的人安尼诚实无过就是讲做老实的就会堪这人信任安尼来靠耶稣基督建满了这个仁义的果子荣耀来学到神的名咱嘛因为伫做工内底得到主的荣耀保罗所领受的安慰讲福音既然被传开了伊搁伫这个军营内底互人限制自由，但是伊嘛带领这个做兵的军营中间的人来信主哇这真正会使讲是真艰难的事而且搁会通鼓励大家放胆来传福音，亲像伊互限制自由关监牢的时阵
伊嘛是同款安尼努力吼所以这世间吼讲起来吼，恶者吼要互咱灭亡，搁较侪这阻碍。但是保罗的德性就是吼，伊相信神吼，的确会互伊得到讨棒。见效的事就袂真做重担。伊讲无论是生是死，要是基督伫我的身躯照常显大。就讲要献上咱的心灵吼。若活的是基督，就是讲咱活当表明基督，表达基督，安尼到死的时阵嘛会得到益处啦。就是有好的结果嘛吼。就这公义的冠冕来存留吼。所以伊讲我若活咧，为着要成就迄个功夫的果子吼，要兄弟姊妹得到造就吼，安尼活咧好啦。若无吼离开世界来去主耶稣遐和主做伙同住吼，这是好得无当比的运费啦吼。保罗有一个期待吼，希望讲大家有同款的心志，徛入得稳为福音来齐心努力凡事毋惊敌人的这个恐吓为基督受苦在所不惜吼所以同龄之间爱真实的这个沟通所以毋只会当意念同款，爱心同款安慰同款有圣灵来沟通这就是同心的这个原则啦既然同心咱就无讲白贼话无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毋是干那顾家己的事，嘛要顾念别人的事这就是主耶稣美好的教示来转换，成做咱生活的目标内心的一个坚定真理的教示第三就是讲同心的这个榜样咱要借着这个同心来满足基督的这个属性，互咱拢做伙谦卑伫神的面前所以咱爱诚做基督要用的人诚做人的这样式人的样式就是尊贵亚当称做神的囝，这就是人的样式过来基督会当称冠会当得到迄个至圣的尊名这拢是咱伫努力的过程内底要互咱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所以讲都要努力爱顺服爱安尼恐惧战兢恐惧战兢就是讲带着迄个对神敬畏的惊吓谨慎完成属灵的工课是安尼啦毋是单单恐惧就惊死毋是干那安尼战战兢兢骹手肉皮皮搓安尼，毋是安尼就是讲带着敬畏的心安尼因为尊重嘛，因为靠主，所以咱要通安尼来靠主刚强勇敢伫主的面前这就是靠神圣灵的这个力量来做安尼咱有目标既然有目标就无可通指责诚实无伪做神无下属的儿女，那像这个明光照耀显出活命之道哇！这样就当然就足欢喜的上帝果效就伫基督的内底奔跑天国路无路空，一直到上路尾嘛假设讲为主来顺道当然无介遐严重啦嘛无要紧所以罗马书的这个14章第7节讲咱无论是生是死，拢是主的人呢所以咱就好好纪念主耶稣对咱的拣选过来伊嘛纪念这个同工定来看念教会事而且交代大家讲爱敬重这个教会内底的长辈同工爱实实在在而且爱诚做好的这个搭配伫属灵战争的时阵咱像这个真好的这个做兵的同伴同款互相帮助爱心关怀体恤这个同龄过来最后就是讲伫真道真理顶面来劝勉即摆这个时代这个异端假基督啦这个假先知出现就活转来攻击教会，这哪像这个属灵的权威同款，特地来谴责来指责这异端其实是上魔鬼的较会对咱的身边对教会来，当然就有一寡引导者，迄就是同路人所以这将来保罗讲这后日真正拢爱受审判，爱受咒诅呢所以咱更加安尼明白圣经的真理一步一脚印安尼再来腓立比书内这里讲真正受割礼毋是真正去挂这个羊皮啦真正受割礼是对内心内底的改变，就是讲遐恶欲啦、邪情啦、私欲啦迄拢爱摕掉安尼来靠神的灵来敬拜安尼咱就无靠家己夸口拢归予主
安尼咱会当荣耀主讲，哇，基督是至宝咱追求基督的人要得到属灵的公义，这个义字就是神看到看好的事，咱才有咱谨守遵行来支持这属灵的教示。咱既然和基督做伙受苦，咱就相信要和基督做伙得到荣耀所以追求的人可能袂少但是要伫心内会当坚持到最落尾，当然爱有好的这个榜样，讲到咱是属天的国民安尼伫基督内底劝勉就是靠主徛伫伫稳，因为咱是属天的被竞选爱当心当心当然是咱这个属灵的内在，大家有同款的这个心志意念目标同款，安尼都会当常常喜乐这常常喜乐是靠着神的名，不是靠着咱家己所以会当喜乐当然是甘甜的这种生活态度甲对道理的这个领受既然是安尼都会当有谦让的心凡事交托既然主去完成迄个美善的事，就是福音的工作嘛过来咱伫属灵顶面力量得到这个秘诀会当靠主公共会当知足随事随在，拢会通得到主的看顾凡事尊主做大所以伫基督内底佫有足济这个感谢感谢当工伫患难的时阵看顾，感谢教会伫患难困苦的时阵会供给感谢这个天顶的真神互咱会通领受属灵属肉的这个福分这种是足难能可贵的啦安尼将来迄个属灵的丰富就会当充充足足丰丰富富享受伫咱的生活内底，所以咱愿意来追求这个信仰主就甲咱永远同在要得到神的看顾甲祝福，其实袂介困难啦伫生命成长的过程内底咱要通亲像保罗讲安尼真正凡事拢祈祷，凡事拢感谢咱要爱甲神讲，但是神是灵，佫毋是讲安尼随时甲你回应伫当兵伫正兵，毋是了有一段时间，也是讲伫灵内底这交托愈交托愈济，愈领受就愈济这咱是的确会当安尼相信的咱伫这个腓立比书这个开论，咱就做伙分享到这咱这阵要做伙来压头来祈祷来完成今日的节目，做伙压头灭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主，感谢俄罗你你的恩惠带领，互阮骹步会通谨慎，互阮会通拄着困难的时阵，嘛要靠主刚强，会通真做光明的主力，无活伫黑暗内底无安尼放弃家己，会当靠主来得到刚强而且会当勇敢去面对阮所要面对的。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愿荣耀颂赞拢归主你的圣名，因为平安临到阮的心上，哈利路亚，阿们。